Hello， 歡迎大家嚟到地道香港。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講嘅呢，就係我哋喺香港乘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方面，就嚟成為全球最安全嘅城市啊！真係就嚟搭港鐵呢，都要攬安全帶㗎喇。咁喺開始之前呢，麻煩大家幫手訂閱、讚好我呢個頻道啦，同埋分享俾你哋身邊嘅朋友。咁啊，啱啱早兩日咧，警方咧就突然間放蛇啊，就喺呢個小巴度捉呢個冇帶安全帶嘅乘客，冇扣，咁啊加上咧11月1號將會實施呢個兒童安全束縛座椅，同埋下年1月26號實施嘅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必須佩戴安全帶嘅呢個法例咧，香港將會成為全世界搭車最安全嘅城市啊！咁佢呢條法例咧已經大路上涵蓋晒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噶啦，不過就貨 van 唔係公共交通工具，不過咧就係頭到尾都好似冇提過。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由下年1月26號開始咧，就算旅遊巴嗰啲幼稚園嗰啲學校小巴咧裝有安全帶嘅話咧，乘客係必須扣上嘅，違例嘅罰款咧最高就係5000蚊同埋監禁3個月。咁樣上車唔扣安全帶俾人罰咧，呢個代價都幾大嘅。咁嗰啲保姆車咧，嗰啲 BB 啊，使唔使攬安全帶咧？即係有 BB 安全帶嘅，不過咧，如果個僆仔喺路途中突然間唔覺意鬆開咗，警察又上嚟巡查嘅時候咧，咁咪罰個保姆啊，定係還是出張傳票俾個 BB 嘅屋企人咧嚇？不過講返轉頭就係點解政府需要咁做呢？咁我估佢啦都好正路嘅，就喺任何交通意外發生嘅時候呢，將個傷亡嘅數字呢就減到最低。咁我上次都講過啦，大型交通事故呢就其實攬咗安全帶都避無可避噶啦。但係如果一啲輕微嘅交通事故，例如急停啊、急轉彎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呢，有機會乘客係會喺冇佩戴安全帶嘅情況底下呢，就未至於拋出車廂嘅，但係咧拋落車廂嘅地下，又或者挫一挫咁樣，令到啲乘客啲頸啊腰啊受傷咧，係會出現嘅。所以佩戴安全帶咧係有呢個需要嘅。不過咧，政府咧就冇呢啲數據支持佢做呢一樣嘢，即係嗰個公共交通工具嘅傷亡數字啦。不過咧，我哋就憑住我哋平時睇報紙啊、時事報道啊嗰啲觀察咧，旅遊巴啊、巴士呢啲咁嘅失事率咧，其實都唔係經常性嘅。就算係話俾架私家車撞咗埋去咧，好大機會咧係架私家車咧係會傷過架旅遊巴士或者巴士嘅。咁如果你話遇到當年喺馬場開出嗰啲咁嘅交通事故咧，咁啊真係於事無補啦。所以正如我上次所講，公共交通工具失事率咧，應該就一定係低過的士嘅啦，因為交通意外而造成嘅傷亡數字，因為的士嘅人數咧一定多過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咧佢立呢個法例，我自己會覺得咧真係有冇對症下藥咧？首先嚟講咧，我就覺得為難嗰個唔係司機嘅，因為個條款就話佩戴安全帶咧係乘客自己本身嘅責任，再加上咧司機冇可能管理得到邊個乘客帶邊個乘客唔帶咁樣，咁啊靠自己自律啦。咁即係話乘客乘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係冇人管噶咯，係靠自律噶咯。咁你立呢條法例有咩意思呢？警察會執法嘅。我就真係覺得真係為難警察啦。嗱，首先呢，就勞師動眾咁樣整個 roadblock 出嚟啦嚇，跟住咧每架巴士就截停架巴士啊，跟住每架巴士上面咧就要起碼4至5個臥底啊，上去放蛇。喂，你架車咁大，100幾人嘅，真係坐晒上去嘅話，咁你得一兩條友邊度搞得掂啊？真係咁啊，搞完一大輪咧，俾你抄咗牌嗰啲乘客咧，梗係鬧硬你噶啦，跌錢啊嘛。喂，就算唔係嘅，你阻住人翻工翻學啊，大佬，即係你叫警察點樣上去執法咧？即係情何以堪咧？真係。嗱，咁當啊，真係抄咗一架巴士，抄咗50個，每人5000蚊，25萬喎嚇，係咪？咁啊真係庫房好大收入啦咁樣。咁你值唔值得為一條安全帶咁樣去俾人公審先？所以咧，我覺得好有可能咧，早幾日見到嗰個小巴放蛇咧，就應該唔會出現喺呢個巴士上邊啦。咁呢條法例立嚟又為乜嘢咧？嗱，但係實實在在嘅咧，就真係可唔可以有效咁樣減低到因為交通意外發生而出現嘅傷亡數字呢？嗱，我睇呢就未必
係因為扣咗安全帶而有效咁樣減低到啦。我上次都有個數字統計咧，就係全港嘅的士咧，就一架裏邊咧會撞3次嘅，一年裏邊撞3次。咁啊私家車咧，一年裏邊咧就每5架撞1架。咁交通意外嘅發生，往往就係因為超速唔禮讓，甚至乎咧係過線夾硬嚟嗰啲咁嘅情況咧，而導致出現噶嘛。其實會唔會真係加重喺交通法例上面嘅罰則，同埋唔好咁多求情啊，同埋嗰啲客觀因素去影響佢哋嘅判刑呢？因為見過最極端嘅例子呢，竟然係有交通意外導致行人傷亡呢，都只係判呢個社會服務令喎。咁樣無形中就會令人覺得，喂，喺路上邊危險駕駛啊，或者有啲魯莽駕駛嘅時候呢，只要認為自己一個合理嘅理由嘅時候呢，咁刑責會唔會冇咁高呢？所以就罔顧咗自己同埋途人喺馬路上面嘅安全，同埋呢個警方咧同埋政府咧就未用盡晒自己手上有嘅資源啦。即係佢哋成日都講啦，哇！我哋銳眼計劃幾勁，即係個閉路電視啊，周街都閉路電視嗰個計劃咧，喂，其實 OK 㗎。你咪擺到周街都係咯。喂，咁可唔可以整個 software 監測埋車速呢？咁如果你啲 CCTV 真係可以偵測到呢個車速，咁喺路面上呢，就會有一班人呢係怕罰嘅，即係怕罰款啊，怕扣分啊咁樣。咁佢哋識減速噶啦，又唔會亂嚟噶啦。咁但係又會有啲又唔怕罰，又唔怕死嘅。咁都冇問題㗎，咁咪影到佢幾次咯，扣多幾次分，會罰多幾次錢，扣到佢停牌為止咯。咁喺馬路上面少咗呢啲咁嘅馬路炸彈，咁車禍係咪少咗呢？咁車禍少咗，咁因為車禍而出現嘅傷亡數字自然就會降低㗎啦。所以係咪應該由呢個車禍嘅源頭出發，而唔係呢攬咗安全帶呢就可以減低呢個傷亡數字啦？同埋咧，我真係覺得咧呢條法例咧係好難去執法嘅。嗱，好似頭先講啦，保姆車啦，你罰個保姆啊，定還是係罰嗰啲 BB 嘅媽媽咧？巴士你就話可以擺臥底啫。旅遊巴咧，旅遊巴你一截停佢一埋咗路嗰個 roadblock 嘅時候，大家都醒爬啦，係嘛？即刻就拿翻安全帶啦，咁即係白截啦。今集嘅內容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聽，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幫手訂閱、讚好我呢個頻道啦，同埋分享俾你哋身邊嘅朋友。下次我哋再有新嘅話題咧，再一齊討論啦，拜拜。